这是咱大家来拍开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圣经是记载伫创世纪第13章第1节到第18节。创世纪第13章第1节到第18节。亚伯兰对埃及去哩，伊甲伊的某甲伊所有的，连罗德拢去南地。亚伯兰的牛、银、金真多。伊对南地渐渐去伯特利，到伯特利甲爱的中间，早前大埔边的所在，到伊起头起段的所在，亚伯兰伫遐求叫耶和华的名。甲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羊群、牛群、布棚，迄个地就袂容允伊甲伊生甲客啊，因为伊的财物多，伊甲伊嘛袂生甲客啊。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地牧者相争，当时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伫即个地徛起。亚伯兰甲罗地讲：你我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，因为咱是国外的亲。全地也无伫你的目睭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倒边，我就正边；你正边，我就倒边。罗地夜捌看约旦河一边的平原，直到所念的路，拢真润泽。迄个地，耶和华灭灭所罗玛、俄摩拉以前亲像耶和华的园，也亲像埃及的地。对安尼，罗地境约旦河一边的平原，迁徙去东势，因就大家分开。亚伯兰徛伫迦南地，罗地徛伫边缘这个城。牵伊的布棚到所罗玛，所罗玛的人极歹，大大得罪耶和华。罗得离别了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你夜捌看你行站的所在，往东西南北来看，因为你所看的一切地，我拢要互你甲你后裔直到永远。我也要互你后裔亲像地上的土沙。人若袂算地上的土沙，也袂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骗行这个地的坏地，因为我要从这个地互你。亚伯兰就跋沙布棚，到希伯兰万的迄个向丘徛起，伫遐为耶和华起一座坛。正道，今仔日张牧师带来正道的题目是属灵的。眼光较细个，大家平安。真正是是嘞。今仔日我袂当用台语来讲道，因为我是原住民。我很想用台语讲哈，但是曾经尝试过，讲完之后，长老告诉我，拜托哈。你还是用华语吧。那也曾经要尝试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还要更多时间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想我今天还是用华语来指导哈，也盼望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话一起来学习。在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谢，主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一起奉你的名聚集。主，我们相信我们是不配的罪人，但是你恩典依然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再一次来思想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主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在你眼中是何等的配的。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话语，也透过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可以明白，甚至进入到你的真理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，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亚伯兰。那我想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个人物。那刚刚的经文，我们第一个印象，我们会发现亚伯兰的生命好像就是一个游牧民族，他支搭帐篷。
那我们有帐篷这样的一个印象的时候，我曾经在这个南非读书，读了5年半的博士学位。那我们博士班也很喜欢支搭帐篷，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露营。我每次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博士的学生就会约，好，我们去露营。那为什么要露营呢？因为压力之大，所以我们期待透过露营，我们可以进到上帝创造的大自然里面，重新再一次思想上帝的恩典。然后在这样的大自然当中，我们可以彼此的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给我们力量，继续完成我们所学习的一切，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喜欢一群同学们就去露营。那我们露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走一些比较不寻常的路。南非的环境是非常的美，天然资源是非常的丰富，所以我们走的路径不是河谷，就是河岸，最好是寻找一个有湖畔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。所以当我们到达目的地要扎营的时候，我们一群人就会开始花一点时间选择我们要在哪里扎营，我们的露营车要放哪里。那么我们开始要决定扎营的时候，风向可能不是我们最决定的因素，因为南非不怎么下雨。那各位同工，我已经给你们看那么多照片，带你们到南非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扎营的时候，你们认为你最希望的是什么？你扎营的关键，你期待的是前景吧，对不对？环境，对不对？我们期待有一个很好的视野，因为我们在扎营的时候，我们希望的是透过这些大自然，我们可以重新思想上帝的恩典。最好在黄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扎营的门口当中聚集之处，看见美丽的湖畔，或者是这个山谷，或者是山景。然后傍晚时分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坐在这个帐篷前面聊天，手捧着南非国宝茶或者是咖啡，对不对？看着太阳从地平线落下，哇！上帝的创造何其美！到了台湾，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很喜欢露营，带着我的全家，3个小孩跟师母。那到台湾的露营地，视野也非常的重要，也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各位同工，我们要去思考，我们从亚伯兰他在扎营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旅程，那么我要问的是，你扎营的地点会在哪里？然后再来，要再次问的是，如果你扎营前景是这么的重要，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你人生的一个方向跟目标，也可能是你的焦点。那如果这个是你的人生焦点的话，我现在问的不是你喜欢去哪一个露营区，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因为你的焦点在哪里，可能那个会产生出你的人生观是什么。你看哪里，可能那个就是吸引你的地方。那这个吸引你的地方可能怎么样呢？可能对你来说，这个视野是你认为最重要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视野、不同的眼光，会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。不同的人生观会产生出不同的福分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看2个角色，我们刚看亚伯兰，然后另外看到罗德。我们先看一下亚伯兰。我想我们非常的清楚亚伯兰是谁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13章，我们先往前，我们非常的清楚12章1节，上帝呼召亚伯兰，告诉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赐福给你。弟兄姐妹，离开你熟悉的环境容易吗？不容易的。我是一个原住民，小时候在山上，读书，突然在这个国小，
必须为了教育离开自己的部落。那这个是非常痛的一个过程。到新的环境，爸爸妈妈没有办法住在一起，我必须住学生中心，因为爸爸务农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新的环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亚伯兰就是这样被上帝呼召，但是他也回应上帝的呼召。那他凭着信心回应上帝，确实上帝也赐给他福分，但是这个福分必须经历许多的挑战。所以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罗德也跟着亚伯兰。那么罗德是谁？那我们必须要再一次从更早的经文11章27到28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对吧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哈兰是亚伯兰的弟弟，亚伯兰弟弟的儿子是罗德，所以呢，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儿侄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亚伯兰是罗德的叔叔吧，所以我们这样子看。11章28节很清楚，哈兰死在他父亲他拉的面前，死在他出生地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为什么罗德会投靠亚伯兰，因为他的父亲离开了。那么当罗德投靠亚伯兰的时候，上帝确实也怎么样？因着赐福给亚伯兰，罗德也同时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回到刚刚的经文，很清楚提到说什么？亚伯兰的牲畜金银极多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什么？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甚至那地没有办法容他们住在一起。于是呢，他们彼此之间的什么牧羊人就起了争执，他们必须要各奔东西。然后我们就很清楚读到今天的经文，虽然两个人我们会发现都得到上帝物质上面的产业，但是当我们聚焦在亚伯兰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3节到4节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在这个地方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开始，我们有一个印象，亚伯兰无论到哪里，他都会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他会先筑坛，他会先筑坛，所以这段经文是从筑坛开始，然后到了18节，我们读完这段经文，最后也是以什么筑坛作为结束。所以18节说，亚伯兰搬了帐篷在那里，他又筑了一座坛，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以筑坛为开始，以筑坛为结束。所以各位同工，我们要去思考的是，这段经文它的焦点不是亚伯兰有多少牲畜，有多少金银财宝，不是，它的重点是亚伯兰筑坛这一件事情。亚伯兰筑坛，他求告上帝，这个记号是一个敬拜的记号，所以关键不是他有多少的财物，而是他是一位敬拜上帝的人。所以筑坛表达一个人的核心价值，也代表了亚伯兰的生命的一个焦点，也代表了他的什么？他的专注点在哪里？因为亚伯兰敬拜上帝，定睛于上帝，也影响了他的眼光。待会我们看故事，也影响了他的选择，也会影响了他对人的态度，最后也会影响了他领受的福分。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，当他们起冲突的时候，亚伯兰基本上他有权利首先选择土地跟疆界，是吧？各位同工，他是长辈，我是泰雅族的哈，我们很重视长辈的声音，长辈说什么我们就是 yes。亚伯兰这里他是长辈，他可以自由选择疆界。更何况应许是给谁？给罗德吗？还是给亚伯兰？是给亚伯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待会故事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亚伯兰他即使遇到冲突，
他看事情的角度跟罗德是非常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有一个关键的动词，就是举目。举目的意思就是仰望。所以两个人都会举目，两个人都会仰望，但是两个人的举目跟仰望非常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罗德。罗德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当他们决定各分东西的时候，第10节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他说什么？罗德举目就看见，他就按着自己的心，按着自己的想望，他就开始看，他就开始看。所以经文说，他看的时候，他就选择哪里？平原，对不对？甚至是全平原呐。各位同工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世界哈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价值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讲价格的时候，平原跟山地的价格怎么样？一样吗？我现在不是在讲价值，我在讲价格。我在部落里面有很多山地哈，原住民保留地哈。我们的政府啊，非常的慷慨哈。就说什么如果我们不砍伐，我们照理我们就会有奖励金，奖励金。我爸爸除了开垦之外的地有3甲地，3甲地，1甲地10分呢，然后1甲地是2934坪，对吧？那一年政府说你照领，我就给你奖励金。你们可以猜一年多少吗？1甲地。有没有原住民在这边？猜一下。一年2934坪。没真。一年6万。哇，这里可能有人读，有人了解哈。还有没有？6万第一次。没有了吗？答对了哈，应该是原住民哈。6万哈。哇，一年奖励金6万，但是各位同工，2934坪在信义区，一年多少？我们就不要这样子讲哦。如果连现在我们都知道地价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回到早期所以罗德他一开始他就想到什么？平原。哇，平原这里重点不是什么，重点不是什么价格是对与错，而是罗德他主动的，他各分东西的时候，他选择主动的按着他的心意，他就第一个就是看什么？看世上的东西，他就先看平原。这个跟亚伯兰非常的不一样，他就看平原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当人的眼光一直注视着地上的价格，很快他会这个世俗化。他原本选择的是平原，但是如果你继续看故事，就很有意思了哈。13章12节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，然后呢，渐渐的挪移帐篷，直到哪里？所多玛。那我们知道所多玛13章13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它是罪大恶极的城市，对吧？邪恶之城。罗德只是渐渐哦，他有没有到所多玛？还没啊，弟兄姐妹。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故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。当所多玛城被掠夺的时候，那经文告诉我们，罗德在哪里？他住在所多玛。各位同工，刚刚是只到所多玛，还没到。那么他一直怎么样？眼睛一直看着地上，一直看着城市，一直看着财物，他渐渐的就住在所多玛了。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。到19章的时候，这里就更有意思了当上帝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，有2个天使帮忙到了所多玛。罗德在哪里了？经文说什么？罗德正坐在所多玛的城门口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。过去，在早期特别在这个很早期，在圣经的时代，城门口是很重要的地方，他们是决定城市政策的地方。例如，开城市会议在哪里？城门口的空间。判断刑事案件在哪里？城门口。如果有一个人犯罪，他害怕整个城市污染，他就定罪之后就赶出城门，对吧？所以，所有的判断刑事案件、决定政治事宜都在城门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罗德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很有可能他已经是什么？索多玛的公民啊，甚至还有一席之位啊，不然他怎么可以坐下？对吧？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不要忘记，我已经提醒过，13章13节，索多玛人在上帝面前罪大恶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罗德他的眼睛向往的是世上的价值，向往的是世上的价格，他向往的是这个城市的这种荣华富贵，很快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会被吞吃，就会被影响。罗德一开始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起码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，对不对？新约彼得后书2章7节讲得很清楚，罗德是义人啊。义人不是说他是完美的人，义人是敬畏上帝的人。他虽然不完美，但是他敬畏上帝，他跟随上帝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冲突这件事情，我们看见罗德的软弱，我们看见他的罪在这个地方，他的眼睛持续仰望的是地上的东西。一个人若是将他的眼目、将他的核心价值是放在地上的权势、地位、财富，这个作为你的核心价值、你的眼光的一个重点焦点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灵魂很可能就会被吞噬掉。这也是为什么人人常说什么眼睛是灵魂之窗，怪不得耶稣来到世上也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眼睛是身体的灯，你的眼界、你的视域、你的眼光若明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看到罗德，因为什么？因是他的叔叔亚伯兰得到的应许，他才有这样的产业。但是我们看见罗德的贪婪之心，他想要更多属于自己物质的产业，他甚至怎么样？他要什么？他的牲畜获得最好的草料跟水源。这里有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，很有可能罗德的牧羊人跟亚伯兰的牧羊人就是为了水源争吵，很有可能，以至于他们的牧人发生冲突。当面临冲突的时候，你们有注意到吗？是谁主动和解？亚伯兰吗？还是罗德？亚伯兰。罗德完全没有主动和解，他几乎没声音，好像他所得到的是属于他自己的。他忘记了他的福分是借着亚伯兰，因为上帝应许他。他完全没有写到亚伯兰他足坛敬拜的态度，因为经文完全没有看到他足坛。这就是我提到的，当一个人的眼目只专注在于地上的价格，很快的他的视域、他的眼界、他的想法就会被改变。很自然的，如果一个人他的眼睛、眼界、价值观是这个样子，最直接影响的是谁？做父母亲的，如果你的生活、你的价值观是这个样子，最直接影响的是谁？你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有意思，当罗德他习惯了在索多玛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要毁灭这个邪恶之城的时候，罗德还迟延不想走。如果你们有空再去看，他还是被架着要离开的。那当然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样子，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他的家人，对不对？那19章26节，你们还记得这个圣经的典故吧？当上帝要毁灭这邪恶之城的时候，上帝特别交代什么？
千万不要往后看。很可惜，罗德的妻子就随后往后看，变成了一个岩柱。请问他看哪里？索多玛。那这个是罗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不一样的价值观。我们现在来看亚伯兰，亚伯兰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是一样，同样一个动词举目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。”各位同工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，请问亚伯兰是谁叫他看？是亚伯兰自己看吗？没有，是上帝叫他看。我们回顾一下哦，罗德举目看，13章14节是上帝叫亚伯兰看。那他叫亚伯兰看哪里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东西南北。请问各位同工，东西南北有没有包括平原？当然有啊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亚伯兰看的是东西南北，他要看的是什么？上帝期待亚伯兰看的是，他要仰望的不是地上的东西，不首先是地上的东西，而是什么？先仰望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源头的那一位上帝。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？当人定睛于上帝，可能你住在哪里是次要的问题了，对吧？当一个人心中有上帝，当一个家庭以基督为中心，很有可能他住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他有满足的喜乐。所以重点在于上帝的同在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有祭坛的地方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。对亚伯兰来说，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个。这也是为什么18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亚伯兰搬了帐篷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这个是18节。筑坛表达对上帝的一种敬畏跟敬拜。亚伯兰跟罗德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对上帝的敬拜跟敬虔，以至于面临纷争的时候，亚伯兰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，所散发出来的是他对他侄儿的关怀。因为他说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语，是一个长辈讲的哦，我们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我们是骨肉，你往东我就往左我就往右。所以亚伯兰他本来可以有权利告诉罗德说，你得到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他可以严厉的告诉罗德，命令他离开，你回去乌尔，不要惹麻烦。但是亚伯兰没有这样子做，他关爱罗德，他敬畏上帝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祭坛，他看到的是超过眼睛可以看到，是一种属灵的眼光，是一个属天的视域。所以创世纪13章刚刚读的经文，他描述了两个不同的人物，罗德、亚伯兰两个很特别的一个典故。罗德举目观看，凭着自我选择自己想要看的，但是亚伯兰举目看的是上帝，他凭着信心选择超越世俗的一切，因为他看的是上帝本身。那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有亚伯兰得着了属天的福分。这不是因为亚伯兰是已经完美了，不是，他是在任何情况他会依靠上帝，即使他去埃及他说谎，但是他很快就调整自己再到上帝的面前，以至于在13章17节，上帝告诉他：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这里提醒是什么？你要起来，把你的信仰行出来，然后你所行的地方就是上帝祝福的地方。这个不是只有给亚伯兰的应许，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。我们要起来，我们的信仰是活出来的。当我们尝试活出这个信仰的时候，它成为一个见证的时候，它就会成为你家庭的祝福，成为你生命在你周遭人的祝福。所以亚伯兰信上帝的应许，他移动了他的帐篷。他移动他的帐篷，他不是单单的扎营在一个原地，相反的，他继续的走，活出信仰，靠着上帝继续走，
最后18节，他在橡树那里为上帝又搭了一座坛。那这个信心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他看到的是属天的价值。所以这一些福分，这些应许不是靠亚伯兰的力量，而是来自于上帝的祝福。最后亚伯兰因着信心而关爱罗得，他甚至将这个土地的优先权这个权利给罗得，或是说他甚至将最好的土地愿意让罗得来选择。但是亚伯兰这样的信心而来的爱心的行动，他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和平使者的行动，让我们看见上帝对世人的一个信实，因为上帝也将他最宝贵的礼物给我们。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亚伯兰虽然是信心之父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信心还是不足，因为他还是不完美。但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呼召是信实的，是完美的，更是比亚伯兰的信心更有价值。亚伯兰信仰的旅程是指向一个更终极的旅程，那个就是信实的基督，他才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那一位。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牺牲放弃他的生命，如今我们可以得到像亚伯兰一样属灵的福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8到11节说，依着信亚伯兰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承受为基业的地方去。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了客旅，好像在异乡居住在帐篷里，与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和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这个城是属天的，不是所多玛，就是上帝设计所建造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淡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旅程，你的帐篷会扎在哪里？你的眼光是定睛在哪里？这个是我们要再去思考的。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？是物质吗？是权力吗？是财富吗？我们还记得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撒旦也用一样的伎俩，他期待耶稣的焦点从上帝挪开。他使用了什么？撒旦叫耶稣也看，对不对？看这个石头变成面包的神迹，看世界的荣华富贵。但是感谢主，他选择专注于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眼目要专注在哪里？如果教会是祭坛的中心，那么我们的中心也应该看教会的一切，不论是我们的听道、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家庭祭坛、我们教会的祭坛。我想这个必须要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谢，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主，有时候我们确实像罗得，世上有非常多吸引我们的，不论是财富，不论是名声，不论是地位，但是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断地透过你的话语，一直被聚焦、被调整。可能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会跌倒，但主，求神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家庭焦点都在于你，也让淡水教会从长老执事，从同工，一直到我们的信徒，让我们都尊主为大，让我们的生命也都是成为荣耀你的生命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